想要带大家归台湾来行透透，人咧讲好行唔得用行，好命唔得会食。有女经商业者票选济伙人上爱耍的城市，若是算一天往回，头一名是苗栗。上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苗栗农产体验活动特别多，好耍阁会当买伴手礼，有正阁有掠。写一寡时代特别爱来佚佗行搭。第二名是台中，其中新社花海，对一寡阿公阿嬷来讲，好看也阁会当翕起来。啊，那依然是占到好风水，徛到好地理。我台北观光工厂特别多排第3名，因为上阵济伙人的旅游行程会当带动台湾旅游的生理。旧山线铁道脚踏车开放式的空间，山林美景拢看伫咧眼内。苗栗观光发展有成果，是济伙人上爱的观光城市。桃竹苗、台中最好的东西就是拔萝卜。88岁阿公退休生活，每一礼拜拢会带团出去佚佗一摆。上受济伙人欢迎的城市，一天的游程第1名是苗栗，因为农村体验的行程上济，亲像是掘蚵仔、好耍，阁会当摕转去煮。长辈上喜意。第2名是台中，亲像是新社花海，好看阁好翕，会当大量来做赖顶悬的早安大图，分享给亲戚朋友。第3名是宜兰，因为观光工厂上济，体验的活动嘛真受到欢迎。2天的游程，济伙人上爱的城市排名，苗栗同款是第1名，好山好水的南投摕到第2名。高雄新景点多，卫武营、战利库嘛成真济济伙人来伫行搭。战后婴儿潮，那现在这些人陆陆续续都已经在退役了，家里几乎都没有人，那自己在家里的确非常的孤单。台湾进入高龄化的社会，国发会预估2025年会进入超级高龄的社会，旅游业者开发济伙人国内旅游的市场，行程的规划。坐车的时间，拢会专门为长辈来设计。除了导游以外，阁会随车配一个小助理，专门替这长辈来翕相。统计2017年到2018年，国内旅游出团的总人数11860人次。2018年到2019年，大成长到58000人次。过去有9成拢是以一天的游程为主，不过这几年加上国内旅游的补助，愿意过暝的济伙人成长6成。未来济伙人旅游的商机会来到3.6兆。国内旅游转型，新的特制化行程为国内观光产业创造新的生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